伫咧台湾有定定讲，即个用袂着物件摕出来做爱心寄杯，真有中国乐器所组成的乐器银行。教育部结合着产业、官方、学校3方面的资源，收集各界所关注的乐器，若准偏乡学校有需要，就会当来申请使用。 学生伫台顶演奏美妙的乐声，即阵囡仔使用的乐器，拢是来自乐器银行。各学校用袂到的乐器，阁有民间团体甲产业界寄付，要来支持偏乡学校的音乐教育。 这位来自卑南高中的学生，喙唇到下颌长长一期，是因为培养嘛并且事件留落来。学校因为这场意外失去2位老师和3位学生，学校用音乐带领师生行出悲伤。几年前因为火车的意外事件，我刚好有机会到卑南国中看到这个学校特别透过乐器艺术来。 对师生做一场最好的疗愈跟抒发，而且呢，更把这个难得获得到的这种资源把它又另外一个展现。这个特别的感谢校长还有我们同学。 教育部为2016年开始委托实践大学办理乐器银行，希望丰富偏乡的音乐资源。这几冬落来，计共募到2119件乐器，每学生共200多间的学校。我们继续来善尽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希望将来每一个学校都有乐器，每一个学校都可以有乐团。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 想要接触乐器的同学，都有一个乐器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，乐器银行其实是教育部咧推动美感教育内底一项真重要的计划。乐器银行会当顺利执行，是省官学共同拍拼成果。嘛鼓励学校、民众甲用袂到的乐器管出来，互偏乡学校有更较侪接触音乐的机会。记者杨淑静、曾培文台北报道。